識字有方法，經獨體字，像高大的建築，配太陽下的古城畫面。表京城也是地名，如北京，這個字就是京京京。過，左右結構，左邊響，表聲音，右邊像成邑的樣子，配鍋爐旁有個人的畫面，常作姓氏，這個字就是國。克，上下結構，上面像煙囪冒煙，下面像火燒東西，配火上燒東西冒黑煙的畫面，表黑色，這個字就是黑。胡，左右結構，左邊古就想成老玩具，右邊遠像天上彎月亮，配彎月亮旁放住老玩具的畫面。他常是人的姓，比如有小朋友姓胡，這個字就是胡。總結，學會漢字，經、過、響家、克、胡、古家遠。